各位，我们来介绍这一章，是我们印光祖师告诉我们的话。他这一段的内容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，跟你我的关系啊是密不可分的。他这个内容呢，他重点就在教你，在告诉你，所有的佛都也是在念佛。为什么？你看内容你就清楚了。印光祖师他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再来人啊，他就是他转世来的。他说啊，净土一法，这净土就是念佛法门嘛。这个方法嘛，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。各位，你看很简短的几句话，但是太重要了。对我们念佛法门呢，可以讲说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保障，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道路。他告诉我们，这个方法呢，念佛法门是十方三世。你看十方三世，不管是过去啊、现在啊、未来的，所有一切的佛，一切诸佛上成佛道。你要成佛吗？成佛就是我们的目标嘛，做我们远大的志愿。我们要成佛，成佛就开智慧了，不会生死轮回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大神通，有大福报，来去自由自在，生死自由了，生死可以自由。大家都希望成佛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成佛。佛告诉我们，心佛众生皆有佛性，只要你有佛性，大家可以成佛。连畜生鸡鸭狗猫都是有佛性，大家都可以成佛，个个都有条件。所以大家都说，我们既要成佛道，我们这些所有的佛，他为什么要去成佛？就要度化众生。你看，我们最根本的，我们远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能够成就佛道之后干什么呢？叫下化众生。我们对下面能够来感化一切众生，来救度一切众生，化导。这个化就是我们要来化导啊，来引导一切众生。各位，原来我们成佛的目的是做什么？给众生依靠，把我们成佛之后的成就，那种大圆满的智慧来转达告诉一切众生。你们只要这样做，你们也能跟我一样成佛。佛呢是有凡夫修行过后呢才成佛。我们众生只要跟他一样，大家个个都能成佛。所以我们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。这些佛呢，各位成佛之后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，这个是从开始一直到结束，一定要修持的法门，就是念佛法门。净土一法就是所有的众生要成佛，你要度化众生，你从开始一直到结束，总持法门。什么叫做总持？总而言之，我们就画的结仪嘛，结束仪啊，都要结束了总而言之，就是结束。这个总而言之，一定要修持的法门。这个总是我们一定要怎么？这个人总是这样子，总是这样。各位，总是就是说，我们要经常要这样做，经常要修持的法门。各位，你看。这个总要啊，什么？我们这个事情很重要啊，你总要解决吧，总要也就一定要的，你必定要解决的。我们一定要修持的法门，各位就是总的意思嘛，各位对不对？所以念佛法门，所有的佛也都是因为念佛来成佛。你要能够度化众生，一定要去成佛。那么这种念佛法门呢，就是我们所有的佛必定要修持的。必定要修持，不能忽略的，而且非要不可，这一定要修持的法门。所以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在还没有成佛之前，我们走对路了。这一条道路对我们一切未来的众生，只要如果我们有志愿要成佛的人，你走这一条路就非常正确的，非常正确。只要你念佛，这是一个总持法门哦。总而言之，一定要修持的法门。
总要的一定要非要不可的一个修持的法门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印光祖师把这个内容告诉我们这些所有成佛的众生，今天成佛了，他就是要度化众生，度众生要怎么？这个经历这个过程要怎么办？就是一定要念佛。他是成始成终，从开始一直到最后圆满成就了，他必定要经过，要好好的修持，要经过修持念佛，他才能最后成就了，满他的心愿。所以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。很大的鼓励，对我们来讲很大的信心。我们念佛就不要怀疑了，原来所有的佛要成佛也是念佛，你要度化众生也要念佛，这是非要不可的法门。好，今天我把这一个内容简单告诉大家，谢谢，南无阿弥陀佛。